想偷懒，小心戒尺！瞧他刚才那个行礼，再看看他这个站姿，都像什么呀？一般新人入宫都是从什么开始学起的？回皇后娘娘，一般新人入宫，学规矩要从跪姿开始。那就去吧。是。早知道我应该防护呼吸的，渴死我了。想偷懒，小心戒尺！四王爷，怎么刚进宫就给罚跪啊？你有事说事儿，没事快走，本姑娘没空陪你下聊。四王爷，这新人入宫啊，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跪。这个规矩好。修公公，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规矩？比如说倒夜香、宝塔楼，或者……行了吧你，没你这样落井下石的。闭嘴！脾气倒不小，你知道得罪我，分分钟我都能要你小命吗？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反正我都进到这个大笼子里了，没什么好日子过了。你们这些富二代都这样，谢人齐人，你也这样。富二代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对，你们应该叫做皇二代。皇二代有意思？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爸是皇上，江山是你爸打下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做过什么贡献？你是拯救过地球呢，还是促进过经济发展啊？你凭什么过得那么逍遥自在？反而是我们这些踏实努力工作的人，需要被你们这些坏人踩在脚下啊！前进每一天。闭嘴呀！有意思。走，咱们走。四王爷，放开！你都拉疼我了，动不动也像西域啊！哎，我好歹帮了你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害我进来的是你哥，罚我的是你妈，我干嘛要谢你啊？行行行，要不是我三哥喜欢你，我才不稀罕帮你。作为报答，你给我讲讲你和我三哥是怎么认识的？想知道吗？想啊。好奇吗？好奇。就不告诉你。你修公公到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糟了糟了糟了！邱公公肯定要让我回去继续跪的。你要不要求求我呀？四王爷，你就帮帮我嘛！你可真行，变得可真快。废话，说两句软话就能免受贫肉之苦，这点账我还是会算。四王爷，隐形奴还没跪足2个时辰，老奴来带他回去。那怎么能行？刚才你也看见了，他冲撞于我。去回禀母后，就说我今天晚上让他打扫寝殿，一根头发丝也不能有，要不然我就让他天天倒夜香。这什么？这么点小事儿还让我亲自去禀告母后？不，四王爷，老奴这就去禀告皇后。太赞了，你这个皇二代还挺管用的嘛！你高兴什么呀？我刚才说的是真的，你得罪于我，该罚。不至于吧？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？怎么不至于啊？除非我可是良家少女。太有趣了。老四啊，四王爷跟你说要惩戒那个奴才是吗？是。表弟一向花样最多了，尹晴柔在他手里一定没好果子吃。哥哥，我看不如就让表弟好好出出气，也给这个尹晴柔一点教训。也好，